征得皇帝东方路真理，长美公庞统两恶人，都没不归妻子和先生。那么要拿皇帝批下来，皇帝何来不客气？拿皇帝弄他，若是引到谁，长美公做皇帝，长美公讲的呀，想着自家还做皇帝，高兴得不得了。规则庞统来帮我一臂之力。庞统是家己高兴，庞统有利的目的，长美公主做皇帝才是个，接下来皇帝我来做。两个人大家心里有自家的当手，同岁马上同岁不能待过辰光。那么同岁们呢？庞统准备一切，要布置好。长美公要派人去骗皇帝，杀你们自家的心腹童儿差夫。搞得一个拿昏君骗下来，我做之皇帝，乃是我的心腹。沙当上想一官半职，我不会忘记那个。实际一说，个得要万语呀！听说还有一官半职，高兴的跳起来。下个张之阳来骗皇帝，不晓得哪来骗皇帝？皇帝那流浪叫心急时分，差点点武器上有了，哪回不来？哪回不来的呢？哎，来了！只听见舞梯浪响，弗楞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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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到房门口一看，插金顶，皇帝看见了插金顶，赶紧后嚓啦啦掉起来，面孔必白。爱卿，哎呦，看皇帝是那种面色，坚定大有点紧张。万岁！方才你匆匆下来哪里去了？方才我下楼去见我家爹爹去了。见了你家老夫御笔怎样？我对爹爹他说，您乃一国之君，我已被封为贵妃娘娘，他已是当朝的国丈了。哎呀！我来，你这个样子去一讲，我可得要明白你讲的子。爱卿啊，爱卿，万岁！你下得来的与你家老夫演讲，只怕神功大祸临头，性命难保了啊！这个上我随自家简单的几句闲话，你要道领的性命难保。万岁，您此话怎讲啊？皇帝太子一口气，挂来挂去挂啥？挂我自家不好，我长子特意死，我杀了一个是那个的皇帝，最累风声，好长的一天时间。爱卿啊，爱卿，你欲所不知呀。你真的毕竟一计成，口之下你嘴里风声呀后临身，
世代代，代一生也没完，杀家害我身。狗儿我须须家家把真人我身旁有报江神到彩庄，我一日没真情，但不够你真待我心一下，狗儿我在心房之中来告真情。你是下驴西去把真人生口之下，你老夫非是舍良人，都来婚姻是小人为根基是帮同内事来小神上目得起老记心，他公报私罪我命内人。爱卿啊爱卿，你下得来的如此的演讲，神公要大祸临头，性命难保了。这个
还有点紧张，要真我会得免费。哎呀，想想不为怪，要杀天一儿复兴，吃儿非儿老那个婚，因为我是你多养侬的宝贝我啊，占卜我终身随此毁的呀。要晓得自家现在是当着过上，开心也来不及，你哪会免费呢？你讲个你吃儿非儿，一儿复兴，要统统为之我南海呀。那么你还是该顶铺不是我要顶铺是帮通，个帮通啥的呀人家。图来婚姻完全为了我，他可不会谋反叛逆的。那庞通虽是小人之辈，但蔡家庄只要有我金庭在，他就休想兴风作浪。万岁，时光不早了，别多想了，快点儿休息吧。那蔡金庭一番话讲下来，皇帝心里想，果然几分安慰。好，阿金的那参路一，参与公为啥吃儿非儿为此厉害，也为侬心于可有，帮同学生子，但侬不能相提并论。与你来还将我这的虚心，别子平常一家了。今朝皇帝东方花烛。两小一刻17斤，刚下姐姐弟弟的声音在旁边，但是啊，这的困觉吧，皇帝骨头也生出个人。但是现在，皇帝倒是不够困。为啥不够困？我哪困？我困下去，里头真要上饭。我缩水白进来，一眼没准备。不，今朝不能困，我要受了狼，干苗的我心归其必。皇帝啊，你今朝听查经的闲话，你困觉，你个要明白不来子，受了狼灯，那么整个上铺。
两个字等息。你想不着，这个叫啥？接受难道一个年头才会走嘎头？那皇帝来浪等来了，我这个茶夫长子的灯笼一路走为了很小点了。100里个仙子们七寸长，一人仙风二乘凉，样样里情啊！吃了骨头轻，啥的呀？昏君屁话嘞！张子雅做皇帝，我张子雅的心腹把我一官半职，心腹一官半职，对不对？啥个官职？嘿嘿。龙哥不再想来当么文革，咱们来去想吧。大姚王玉了想做再想，阿龙的力气一路过来，把到中门的了，哎呀，中门走大，把不进，跟哪弄法？哎，起来，3年来在后面，谢家的心腹，在后面，谁干啥谁干都。我奉张子雅之命的挨到来请新姑爷河里来去看一看新姑爷安困了，新姑爷困了别惊动，分困了千里河里张子雅那里呆呆实实。那么谁讲后面答应一声，本来是离当地市政被困干的呀，米本旁边放一放，忽然等上路到新马门去，还是讲。门老自家那个办，今明大有点紧张，对不过来对皇帝老忙们应应是哪么哪背门朗想梆皇帝的心，别来了，查金陵对自家那口难背，哼，皇帝想老不过听声，还无听音，不开门。哪晓得外地到底啥个事体？对查金顶口应着开门。眼睛过来，收起门一开门。哟，韩梅。哎，是家。什么事啊？自家对我的帮着插花哥干，插花哥嘛，奉张子雅之命的，大家我口辛苦也安困了嘛受在，分困的时候嘛，也千里下来，呆实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先下楼去吧。哎，什么在？不能等。可后面屋里已经把门一关，公说哈，为他了为自己身体受定了。万岁，您看去还是不去呀？问题来了，什么人？查美公，你讲啥？叫我去谈，今朝啥个日子？今朝是我大喜之日，两小一刻17间，那查美公上帝年纪的人不懂啊！新婚夫妻3日天不能出房门，一个月发分开。啥？我刚刚把堂送日东房，你派队渡得来叫我下去，当我谈，有啥好谈出来？啊！你不晓得我皇帝，你叫我下去，那我年纪都长，你能是花是肉，屋里向干什么的？刚刚你能配不我，三个天我不是讲，你看我不起，叫我下来，你不过是不懂道理。但是现在有这个变化，你晓得我是皇帝，而且你拉我混摸我西拉的意思，我愤怒你顶谁？我封你当上国人，你是敢带头啊？啊！你真敢叫我皇帝下去？哼！这个理想一定有阴谋诡计。哎呀，阿伟的查鉴定，理想还敢一讲啊！爱卿万岁！临阵压我来，照你看来，
寡人去，万事不屈你。这个，哦哟，内地吃不了我来走，问我到底也无论非无论。可金丁是呀，无论呀，不得上来。金丁啊，你到底年纪轻越来少，而且要能够定下，总归奴要忙好个让户下。一想呢，说皇帝呀，在我看，你应当无理。应当无理。嘿，要见你下去，我想上去肯定好事体。那好事体。哎呀，我去办事，要开心是开心的嘞，拍水拍这个血呀。哎，你肯定一想一开心，一想一靠我，想起那里要无理，呆呆实实在。呆呆实实。呆呆实实，你啥天不到流浪来叫我到屋里去呢？哎呀，皇帝呀，什么是呆呆刚刚？其实呀，肯定有另外一层意思。啥个意思？里边那来，想叫你滚，想老混，奴内自家得罪。现在显得你是皇帝，非得不努力啥，而且风里当然果然，你心想一不够在。张怕那男人将来想不该桩事体，去动气么？那相信你理要无虑，你当你可对被谁在？等那流浪回来个，我能拉一呀。该是个男的面，但女婿可对被在，我让颜面之上的，你不肯给，所以啦，千内无虑嘛，我想上去是好事体。那他是你跟了流浪下不下去，将来不能把您写的当起来哈，不是以邪大方呢。所以我说，您还是应该下楼去呀。这两句话听上去道理蛮充分，但是里向漏洞百出。哪说漏洞百出？要面子。对个，人谁要面子？人家里事业比，要面子要分三个。那商人们是要面子。我啥人？我皇帝谋杀文物，500一个钱我不可对。那我的门前你为了面子，是讲我再不一句闲话，我要试透呢，到底这个里向有分人没分？去万岁。照你之意，神公理当下来。是啊，所有神公下来，欲成么塞场，变成么两都之，这便是何事？好，这个，哎呦，皇帝个变性没进展，你皇帝个命特别是动地多，那么啥个？我陪你一带下去，让你定心。说皇帝呀，你自家有本事，而且天下无敌。你真正不放心说，今天陪您一块儿下楼，您看可好？好。差鉴定啊，差鉴定，与你自家一句来话，我放心了。你分家讲，倘使你也遇上谋反之意，你里向还是没问的。爸爸，阿爷礼拜非要在，我到底一国之君，我一个男人啊，吓得来说那个流浪不赶下去在，要搞主不陪下去在，那么非要讲外头人口难口，那差鉴定的心里想，我皇帝的印象受到极大的损害。我去吧，皇帝啪立起身来，过来到门口。谁拉门手上打牢，要想都是外分把门手，面色干要死怕，谁多上了让发抖，当抬出来到了位置上插，身体受定一个人为爱杀莫及。呀，不必金丁在看了眼睛过里，哎呀，皇帝哪是那种别人啊？哟，万岁！你怎么了？那皇帝想想，我好无虑啊！我哪无虑啊？我身上下有样要紧没事了啦。
起玉溪音，想那八音乃是真国宝，太祖相是大寿经，世世代代上方在宫定。倘若是把音来对手，江山也待清，我至于这胜利啊大明大帅神。蔡美公他骗我下驴，非为必他定是也没忘啊，杀家在蔡中湾门，倘若他杀我之后家，不能收拢的，他定是压我身上玉溪音。分啥个？定要玉溪报应。玉溪报应，拿了水里向，这个时候就随便下两个啥个事，啪！玉溪音一靠，随时胜之。哪怕你车子上下两个字，觉得玉溪音看了还是胜之。我这口玉溪音哪好些？我的那挨打，倘是我这条性命不保，为不要去讲你。他是我死呀，我自家晓得。这一趟的参加场比武招亲，本来我随时来作死呀。想我是爱石台花心上怪。今朝我是为金陵，开来呀把民清，纵使王寿我也该应。我今朝死，我叫答应，该死。为女人，拿女人身上做多少孽？我现在去讲里，我这口也难弄法。哎呀，我个儿子，我儿子已经进京了呀。王儿子一往京都去，他是府的府娘，在宫廷
我对两月心人，王儿怎能收拢定？他不能收拢定，为呀对两命，会对王儿我真爱人。更其是卖飞灵人来宾主，他养我抚养王儿，得生恩人打下来几万位，收拢定大明江水与他为真。倘日是把人来对手，王儿命男人都为不起美妆之上的女才真。我们只家江山都不易，都杀英勇，他们晒性命才能够我来江山收拢定。倘日我把人来对手，都为不起宋英灵，都为不起希望在天灵。假使若是把人一生大明江山气特，各地英雄我一个都对不起。我细致下来，还不面孔，见自家立足立足。再说，我假是江山一失，不了天下的老百姓也没得不知呐喊了。蔡美公一儿无心下人拜，倘日他得两月心人，假如身之大惊神，当那日他车儿飞儿把君王走，岂不呀天下苍生在难生？宋代皇帝一言决定，除非二万余做皇帝，不离去做皇帝，那是好了无解。老百姓经常讲，门在挨着，吃得下个，老百姓为人家好够了，没办法，
我人服务器不过门，服务器里多好到路上来做干，我台下之地我打不他。马龙发，有西巴人要不给打下去，不打下去我把了啥大火？台下之地，把上来一翻就要翻上去。道理上想，唐诗啊，查金亭大家一定要信了。要是因我看了路上，信哪边的？查美公上来，查金亭才说一句啊呀，要西巴人谁来的？马上弄上。哎呀，那叫哪弄法？那叫哪弄法？嘿，要么是干，让我来一个孤举一人，干脆相信呢查金亭。对，要是人搞不了查金亭，那么阿卡德拉尼要何为继续？